通街都係陳皮啊！嗱，新會咩就產啊陳皮啊嘛，成地都係，隨手隨街可以執嚟啊！執，千祈唔好亂執啊！到時俾人執到你啊！啲成街都係陳皮，四周圍都有。所以都有食，係多。而家係大紅柑嘅季節，好靚，錯過呢個季節就冇啦。而家12月份啊嘛，12月份就係大紅啊嘛，通常再過少少時間就成啦。今年嘅收成就冇啦，佢直接就係等下一年啦。家戶戶都會洗啲皮，你咧做唔做呢行，佢都會洗一洗，可能自己都會食啊嘛，身體，所以身體大部分都係洗啲紅柑紅皮啊。